在地上大条来看一个上新的消息，云林水南乡西云底抽水站附近的大牌，昨中昼有一个10岁查甫囡仔跌落水，全失踪。消防队、救生协会甲红十字会拢总出动要30个人，不过昨暝拢无找到人。今仔早起7点35分有发现尸体。根据报案人描述的落水点那我们进行了一连串的搜索那到天黑为止那目前还没有发现该男孩的一个位置目前还没找到。那我们预计大概明天早上天一亮大概我们6点半就会重新集结再重新部署再持续的搜索。查甫囡仔的老爸昨心内是真着急，险险就要跳落去大排找人。这搭船高有3米宽、2米深，某搭就伫边仔咧抽水，水是真错流。搜救人员为中昼找到暗时，拢无找到人。不过今仔早起7点35分有发现这个查甫囡仔，救上花了后，人已经过身家属来处理。